今天这个内容呢很重要，因为我们印光大师啊一再的强调，告诉我们末法的修行功课就要重视，特别强调，一定一再的鼓励我们一定要懂得末法的众生修行。第一就是要重视因果，第二要好好虔诚念佛，要用功精进念佛。这两项呢，我们不能忘记，不能忘记。好，现在我们讲因果，因果报应啊，它是要论三世的。我们对于这因果报应呢，我们要来评论，它是有三世的果报，三世。各位，什么叫做三世呢？你慢慢听，你就会知道。三世，所谓三世，一种叫做现报，你现在这辈子做了，马上就报应，就叫现报，各位对不对？就现报，现在做，现在马上报，就叫做现报啊。好，第二种呢是生报，生报就是你现在做了，来世下一辈子就报应了，你逃不掉的哦。你种了什么因，得了什么果，那你当然因缘一成熟，第二世马上就报应，就出现了很多你应该得的，该好就是好，不好就不好，那么就生报，就来世就马上出现在你的身上，就生报。第三种叫做后报，就三世以后，可能你现在没有，可能下一辈子没有，可能是第三世，第三世的时候，第三世的以后。可能第四世、第五世、第六世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10、11、12，往后，这叫做后报。你的因缘没有成熟，不管你多久，它一定会有报应。一定因缘如果际会的时候，因缘相逢的时候，它自然就会出现了。一出现，各位，你好就是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就是这因果是我们自作自受，自己做自己怎么得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因果报应有论三世的，我们要来讨论的话呢，它是有这三种。佛经上面也说啊，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一时，果报还自受。这一段话是佛陀告诉我们的内容。那么这个我可以简单举个例子给各位听啊，在唐朝的时候啊，一个叫李义德，他是当宰相，但是啊，很多人啊讲话一得罪他呀，他呢想办法以他的权威啊、权势地位嘛，他就下令把他贬到乡下地方、偏僻地方啊、穷乡僻壤的地方，把你贬开，就是把你贬低了，把你身份降低，然后把你放逐，给你放到别的地方去。什么？以前呢叫做珠崖呀，珠崖就现在的海南岛。海南岛现在目前大家，你说你给我贬到海南岛的话，现在高兴得不得了。为什么？三亚进步了，各位，所有海南省各地都是非常蓬勃发展呐，经济发达呀，人民日子是幸福快乐的。现在的人当然跟以前不一样，以前是一个偏僻海南岛，交通不便呐，而且人没有什么很好的教育，所以呢，你得罪了这个宰相呢，糟糕了，他就把你放逐，赶去那种很偏僻的地方，那就珠崖，就是现在的海南岛。就是有一天，他自己本身做错了，造了无量的罪业啊。皇帝很生气啊，就是一样的，把这个宰相呢，就把他赶到珠崖去，海南岛那边去了。他自己也去了，结果在那边他感觉很无聊啊，很痛苦啊，心里面很煎熬。结果呢，有一天逛到寺庙去，寺庙呢有一个出家人呢就出来了。出家人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在那边说：“哎呀，这位大德，你来此有何贵事啊？”他就问了这个李宰相，这宰相呢就说：“哎呀。”
僧人呐，法师，你们那个墙壁上为什么挂了那么多葫芦啊？那个葫芦啊，用葫芦挂，怎么挂那么多呢？都是葫芦啊，在墙壁上，这是代表什么东西呀？啊？结果这个宰相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是因为当朝的宰相，就当代现在这个宰相叫李义德。”就是他，现在就是讲他，因为很多人得罪他了，结果呢，他就用他的权位把人家送到放逐啊，放逐就把他赶到这个在海南来，啊，珠海这个地方来，他们呢，你知道吗？离开了离乡背井啊，然后生活不稳定，心里面非常的创伤，很多人就死在异乡他地呀。死在这个荒郊野外了，死了之后，这个出家人不忍心，他不忍心，这个尸骨都暴露在外面，因此呢，他不忍心，就把它火化的骨头呢，就装在这个葫芦里面啊，一个一个的葫芦里面，这些都是含冤来抱怨而死的。哎呀，这个时候这个法师讲完了以后，这个宰相一听，这个宰相是谁？就是他嘛，就是他本人嘛。一听啊，我害死了这么多人了，我害死了这么多人，结果今天回到我身上了，我受到这种报应了，所以呢，心里面就是好像在绞痛啊，心里面突然间煎熬绞痛，就突然就当场就往生了。这个宰相李义德当场就往生。所以各位，你看，各位佛经上面也说，假使百千劫，不管你经过100劫、1000劫，那时间是很长、没有办法形容的啊，那电脑也打不出来了。那么长久的岁月当中，但是你过去所做的业不亡，你所做的罪业是不会消失的。不亡就不会消失的，你做了一点一滴、一丝一毫，永远都存在，如影随形的跟着你走，因缘会意时，如果那个时空背景呢，刚好那个因缘刚好相会的时候，你们相碰头的时候，各位果报还自受，你应该受的果报发生在你身上的报应，绝对是你自己要去接受、去承受的。要自己去面对了，各位，这样有没有听懂啊？所以各位，你看这个因果报应，所以我们了解到说，我们做人应该要小心哦。这个虽然呐，哎呦，师父，你讲的这好像世间法呀，好像世间法，佛法不能离开世间法。如果大家都只是你念佛就可以了。但是问题，如果你不忏悔，不好好弃恶向善，以后在临命终的时候就会很痛苦，病体缠身，知道吗？那个一直纠缠不清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念佛很重要，但是一定要懂得忏悔，各位对不对？要弃恶向善，规矩的做人。那这样你好好的把自己的本性改变了以后，诚心的念佛，绝对在临命中能够一知十知啊！时间都知道了，什么时候要离开啦？啊，衣服都穿好了，然后呢，清洗干净了，然后跟所有的亲人呐、家里面的大大小小说 say goodbye 啊，再见，我准备到西方走了，阿弥陀佛要来接我啦，我此生此世啊，任务达成了，我功德圆满了啊，我现在发愿往生，各位。你就自然的有这么好的结局，好，所以我们佛法不能离开世间法，做人的根本道理一定要遵守，要奉行，不可以说违背着良心故意去伤害别人啊，就没有必要这样做，以后这个果报还是会回到你的身上来。啊，所以这一点呢，希望大家要好好的注意哦，要小心哦，各位对不对啊？哦，希望一定要努力，大家的努力，大家一起加油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南无阿弥陀佛。